點解要回到內心？係因為內心先係最大力量。我哋點解唔能夠活出自己嘅力量？係因為我哋有太多批判，吸引咗又信咗呢個世界好多嘅自我攻擊，不斷去批判自己，不斷去掩藏自己，令到自己根本冇可能同自己連結。修門啊，一個都係如此有力量，你就被呢個世界好多其他人嘅課題投射出嚟嘅恐懼、恐嚇、綁架，令到你自己匿埋，何必呢？嘥咗自己，信嗰啲道德綁架、情緒勒索，冇人會記得你嘅唔好㗎，只會記得你嘅力量。見到自己綁架緊自己嘅時候，就同自己講一個好強大嘅咒語，係乜嘢啊？聽，唔好再綁架自己啦，叫你嘅小我聽。